讲到这几天确实是真热，亲像台北市连续几多天温度拢超过36度。气象署也发布甘马式的警戒灯号，今年热天呢是头一届启动热浪的预警机制。台北市10个局处呢也要启动应变措施，亲像环保局就出动这抓水车执行车路降温。另外，伫咧台北市呢有740个路口车红灯，平均速度红灯21秒，要让这骑奥多拜和行路的民众唔免等上久。日头车炎炎，全台是小忽，30全台上悬温是伫新北三甲的37.4度，彰化花坛是37.2度，台北的社仔也升到37.1度。到下晡，气象署也继续对台北市、新北市甲彰化县发布甘马式灯号，引发台北市的这天气真热有警机制。气温动不动飙到36度，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最久有200秒，暑假期间离峰时段直接减少50秒钟。台北市10个局处启动应变计划，目标是让市民体感降2度，包含台北市9工处。考虑休热时路的车较少，设定全台北市740个路口7、8个期间，早时11点到下晡2点，车红灯等待时间是减少平均21秒。OK 啊，因为这等太久了。等太久会很热。它还有一个行人专用的。真的很热，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，如果说可以缩短的话，这样可能流量在安排上会比较好。环保局也出动热水车，用回收水来钻路，尽量降温。另外，也有公园处绿地草埔压水。社会局督基老大人关怀服务，卫生局甲市场处加强大头集中场所食品安全宣导，降低高温所带来看不到的危害。我们市府从105年开始，总共就有建立这个热浪预警的机制。那在去年1整年，我们总共启动了33次洒水的范围，包含了重要的干道，像忠孝东西路啊，那总共洒水的里程有2300多公里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6月到29为止，全国已经有62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，平均每天有20多人落到入病院。若市府用心来降温，民众也一定要小心热伤害，防止掉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